大家好，我係阿食飛咕嚕。今集想同大家討論下呢個狗隻入食肆嘅狗主義。先表明立場，我係支持呢個 idea， 不過又好似上次呢個固體垃圾收費，出發點係好啊，但係有好大漏洞。呢個放寬狗隻進入食肆嘅新措施就喺2026年7月開始實行，瞬間就發覺好多投訴，咁有好多食肆即刻叫停，因為發覺領咗政府嘢，而政府本身都可能領咗自己嘢。咁我幾年前呢，就做咗一個同寵物相關嘅經濟研究項目，可以透露嘅重點呢，就係而家啲寵物主人會叫寵物做毛孩，而亦都會自稱毛爸或者毛媽嘅。而新生代更加情願養寵物而唔生小朋友。咁呢個新嘅身份認同就同我片尾會講呢套喺歐洲被禁嘅右翼思想電影。咁我哋都有聽過怪獸家長。咁而家啲寵物叫毛孩，主人就叫毛爸毛媽，所以都一定係會有怪獸主人。俾我進行呢個寵物商業研究嘅時候，發覺有狗主人嘅登記地址係公屋。大家都知道公屋係可以養寵物，但係唔可以養狗啊！我哋成日話香港生仔最好要攞牌，香港養狗係要攞狗牌嘅。不過只係隻狗身上有個晶片嘅啫。咁個寵物主人識唔識訓練隻狗，又係另一件事咯。咁喺公屋唔俾養狗係因為容易發生滋擾。咁養一隻好似狗咁大嘅蜥蜴又冇問題喎。所以成個放寬狗隻入食肆嘅政策最大漏洞係相關嘅食肆要攞牌，而進入去嘅狗主人唔使攞牌。咁政府今次又係講個信字，打個比喻，如果揸車唔使攞車牌，又係講個信字。你估道路使用者啊，包括揸車嘅人士危唔危險？好多寵物權益嘅關注組啊，或者係協會都提醒過寵物主人要珍惜呢啲得來不易嘅政策或者包容。但我相信自律對於某啲人嚟講係好難做到。我哋試下用 UX 入邊一個技巧 persona， 一個人物誌啊，去深入了解公屋養狗呢個族群嘅寵物主人。咁又屬於不可而為而為之，即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係自私同埋無視法規。一啲經營食肆嘅小商戶，如果附近好多公屋居民，如果你參與咗呢個狗隻友善進入食肆嘅項目，即係要留意你嘅風險係高於喺西貢或者半山區。咁呢個冇歧視嘅，係基於人嘅素質問題。咁呢個係一個簡單嘅數學題嚟嘅啫，大家可以上網揾翻呢套電影睇睇。雖然我係唔認同呢套極右思想嘅電影，不過最後尾嗰幕你又真係反駁唔到佢。呢個係一個簡單嘅樹大有枯枝嘅問題。咁個故事就係講有啲新移民嘅兒童犯強姦咗一啲本地人，而佢嘅父母亦以佢係小朋友，你應該原諒佢作為藉口。而呢個強姦兒童犯嘅阿妹亦以宗教原因話啲西方人穿着暴露，所以先惹嚟強姦。咁故事情節係好極端，但係又好似發生咗喺我哋嘅社會入邊。喺歐洲，就算喺馬來西亞嘅羅希亞人都一樣面對呢個問題。最近愛協因為呢個虐狗事件短片啊，就俾人杯葛啦。咁永遠都係噶啦，公關災難係由公關產生。但係同時，我哋亦都要了解呢啲鍵盤戰士，一啲左膠匿名人士批評，其實係冇成本。例如網上最多批評愛協咧，就話佢哋會人道毀滅啲棄養動物。咁佢哋好似分唔清人道同埋毀滅係兩組詞語嚟。佢哋會反轉睇嘅，只要你一毀滅佢就唔人道。但係我就參觀過一啲棄養狗場，情況係唔理想嘅。人道毀滅可能真係最後一個手段，冇辦法。咁罪魁禍首當然係棄養寵物嘅主人啦。但係同時養名種貓狗嘅主人都要留意，因為要純種呢，所以個基因庫狹窄，係好高先天性遺傳病。所以喺香港最理想嘅情況係養唐貓同唐狗，更加好就係領養啦，唔好去寵物街買啊。更差嘅就係幫襯嗰啲必打啦，
即係香港唔好講話走私嗰啲啊，有啲人係靠繁殖貓狗揾食噶嘛。咁呢類型嘅動物呢係特別易病嘅。如果你想你嘅寵物健康啲，其實早啲幫佢絕育。但係呢啲想法唔係每一個寵物主人都有，所以我建議呢個政策係需要篩選一啲有責任感嘅寵物主人。漢奸走狗賣國賊。90年代香港人好中意話人呢做啲嘢好狗，類似係做啲賤嘢，或者我哋成日講你都係做老闆嘅走狗，只係做嘅嘢自己都未必認同，不過都係為討主人歡心。但係睇翻而家好多企業服務對象拆一啲短期 KPI， 例如炒窿商鋪嘅商鋪基金。咁一啲商場專家亦都認為放寬狗隻入食肆係會增加營業額，就用一個似是而非嘅簡單數學題去分析一個複雜嘅用戶體驗。例如政策放寬就會多咗狗主人帶狗狗入去餐廳消費，但係又唔去計怕狗嘅客人，或者餐廳要提供呢種服務額外需要嘅成本。而佢哋嘅數據研究係嚟自訪問一啲寵物友善嘅商場嘅狗主人，問佢哋嘅感受係點，但係就從來揾唔到因為怕狗而冇去呢啲寵物友善商場嘅客人嘅感受。咁所以呢類型嘅狗主義係屬於短期拆 KPI 嘅諗法，係冇廣泛研究唔同持份者嘅立場，更加唔好講深入分析。例如咩地區嘅商場可以做寵物友善，而有啲地方真係唔適合呢？點解唔去發牌去分清楚一啲負責任嘅寵物主人？因為相信而家好多人帶啲狗入去食肆都唔知嗰條規矩係啲咩嘅，佢哋只會覺得你黏咗個牌佢就有權入去，而分唔清權利同埋義務。正如好多寵物主人嘅組織都講啦，唔好浪費呢個得來不易嘅包容。寵物主人帶狗隻入去唔使攞牌，正正係呢個政策最大嘅漏洞。大家有咩睇法就歡迎留言。呢條片講咁多，拜拜。